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珍妮，好開心又同大家見面啦。今期同大家分享豆乳濃湯擔擔麵。先嚟煮個麵，呢個係我做嘅新鮮鹼水麵，做法喺下期分享。水滾咗之後放入麵，新鮮嘅麵好容易煮熟，只需要煮10到20秒。馬上用凍水沖洗，咁係停止麵條，繼續加熱，避免過熟。同時沖去表面嘅澱粉，使身更加爽滑。以上係所需食材。花生芝麻醬可以使到湯更加香濃。攪拌均勻，豆漿在雞湯嘅比例係2:1。撒啲鹽，簡單調味。煮慣咗之後，移開一邊保暖。豬肉碎150克，呢個係一個人嘅量。韓國嘅辣椒醬只係輕微嘅辣，食得辣嘅朋友可以用豆瓣醬嚟代替。如果你唔鍾意食辣，可以唔放㗎。清酒或者米酒去腥，一啲啲嘅豉油簡單調味，炒熟之後就可以出啦。如果你唔可以食生豆芽，記得要煮熟先再食啊！嚟一隻我上期整嘅溏心蛋先，滋味濃郁，帶啲微辣。湯底、麵、肉同埋菜，呢3道工序嘅食材構成咗世界上千萬種唔同類型嘅湯麵，溫暖咗好多人嘅心。Bon appétit！